深受好多香港人愛戴嘅超級性格演員許紹雄，喺11月28日咧係與世長辭，享年咧係76歲嘅。咁呢個消息咧傳嚟咧亦都係非常之突然，因為咧佢係喺27號星期一咧先有許紹雄呢個病重入院嘅消息，結果咧喺一日之後28號咧佢就宣布咗咧係與世長辭嘅。咁許紹雄咧就係好多香港人心目中獨一無二嘅呢個超級性格演員嚟㗎。咁咧佢喺1948年11月4號咧係出生於香港嘅。咁喺1971年開始咧就展開咗佢嘅演藝事業㗎。佢係第一期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嘅學員啦。同班同學咧就有金國良同埋蘇杏璇㗎。咁而由於佢嘅家底好嗰陣時咧喺翻無線初翻無線嘅時候咧已經成日咧係揸 Benz 翻工，咁咧所以咧就令到佢係有 Benz 雄呢個稱譽嘅。而呢個咁嘅稱譽咧係到幾十年嚟咧之後好多後輩同輩咧一路都係叫佢做 Benz 雄嘅。咁睇翻 Benz 雄嘅呢個演藝生涯咧，咁佢一向以嚟咧都係以亦莊亦諧、戲路廣闊咧係著稱嘅。咁我哋睇翻啦，由80年代咧，新紮師兄嘅舅父東佢同梁朝偉嘅合作咧已經係堪稱一絕㗎啦。嗰陣時已經係睇到咧，好多人咧覺得佢非常之詼諧好笑嘅。咁而之後咧，另一個系列咧令到好多人咧係對佢印象好深刻嘅，當然就係同黃子華嘅合作啦。佢哋喺《賣剩 Lady》啦、《奸人堅》啦、《絕代雙驕》裏邊咧都係發揮得好出色。嗰個化學作用咧就有如係呢個周星馳同呢個吳孟達咧一樣係咁出眾嘅。咁而近年咧佢喺呢個《使徒行者》裏邊歡喜哥嘅呢個演出咧，亦都係令佢咧係得到2014年萬千星輝頒獎典禮裏邊嘅最受歡迎男角色嘅。咁而佢喺呢個電視上嘅多年嘅出色表現咧，都令到佢咧喺2012年咧係得到萬千星輝頒獎禮傑出演員大獎嘅。咁至於呢個電影方面咧，佢亦都有好多膾炙人口嘅角色㗎。咁當然大家最記得嘅就會係新紮師妹啦。佢同呢個楊千嬅嘅合作裏邊嗰個方中 Sir 咧已經係非常之經典嘅。咁另外咧，佢同杜琪峰，即係佢喺呢個訓練班裏邊嘅師兄弟咧，亦都有好多合作嘅。咁當中咧，非常突然，佢同呢個劉青雲喺呢個 coffee shop 裏邊嘅一段無厘頭對話咧，就亦都係喺 YouTube 度咧係令人百看不厭嘅。咁另外暗戰裏邊啦，咁亦都係同劉青雲合作啦。佢個黃啟發總督察嗰個嘅形象咧，亦都係深受喜愛嘅。咁近年阿 Benz 雄咧就係喺演藝嗰方面咧就減少咗演出啦，因為受大環境嘅影響。咁但係咧佢喺呢個 social media 咧依然係非常之活躍嘅。咁當中咧佢喺小紅書咧亦都係經常有片 po 出嚟咧，係同大家傾偈講佢嘅生活狀況啦。而當中佢同佢女嗰個好親密 sweet 嘅呢個互動片咧，亦都係好多人係中意睇㗎。咁當然啦，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咧，佢近年其中可能大家最有印象嘅就係一個廣告片啦，就係佢做嗰個係呢個壯陽海狗丸呢個 product 嘅男主角。咁依然咧係發揮到佢好詼諧嘅演出嘅。咁許紹雄咧留俾我哋嘅咧係有好多無窮無盡嘅作品啦。咁其實亦都等於咧，好似係佢喺訓練班嘅師兄弟吳孟達咁啦。佢兩個戲路咧都係非常之相似，無論係諧角啦或者正角咧，永遠咧都係有好出眾嘅演出，亦都可以咧係襯托到呢個男主角嘅男角或者女角同嘅更好嘅演出嘅。咁係絕對咧係屬於香港出產嘅超級難得嘅好演員。咁不過呢啲好演員咧，亦都走下一個啦。咁除咗演藝出色之外咧，其實Benz 雄咧嗰個人緣都係非常之好㗎。咁佢
病危消息傳出，入住咗跑馬地養和醫院深切治療部之後呢，好大班同佢曾經合作嘅藝人啦，包括唔同年代嘅，例如黃子華啦、佘詩曼啦、林峰啦、吳卓羲啦、黃日華啦、苗僑偉、戚美珍夫婦啦、蕭正楠、黃翠園夫婦啦、黃智賢啦、黎芷珊啦、黃宗澤啦、黃浩然夫婦啦、袁偉豪啊、譚偉文啊、關寶慧、羅樂林、馮素波，甚至乎周潤發咧，其實都有去醫院咧去探Ben 史雄，即係其實都知道係見佢最後一面㗎啦。咁可想而知咧，Ben 史雄咧係個人緣係幾咁好，幾代嘅藝人咧都為佢送別㗎。咁我哋呢度咧亦都係要多謝Ben 史雄呢幾十年嚟為我哋香港娛樂圈帶嚟好多精彩嘅演出，同埋咧係令到我哋咧係有好多嘅歡笑時刻。多謝你 Ben 史雄。